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將糯米同粟米放落肉餡入邊撈一撈，出鑊就係好多人都中意嘅一道經典美食。關鍵自己做嘅乾淨衛生，食材健康，冇任何嘅添加劑，屋企人先食得更加放心㗎。下面我就將詳細嘅做法分享俾大家，中意食烤腸嘅朋友記得先點讚收藏啦。首先2斤嘅糯米就配4斤嘅肉，糯米我哋要提前浸翻1晚，等佢吸飽水分。之後再清洗乾淨撈翻出嚟備用。跟住準備1碗蔥薑水，放入花椒、2粒八角，倒入半碗滾水先浸出香味。然後我哋將啲腸衣嚟清洗一下，將表面嘅鹽分清洗乾淨。因為呢個係天然腸衣，會有少少腥味，所以我哋要倒啲高度白酒落去浸翻20分鐘，劈走啲腥味。我呢度準備咗4斤3肥7瘦嘅前髀肉，洗乾淨先去咗皮佢。將瘦肉部分切成細嚿，再攪成粗少少嘅肉粒。剩低嘅肥肉部分呢，同樣切成細嚿，放落絞肉機入邊，用點動嘅模式撳10幾下，攪成順滑嘅狀態，咁樣寫生口感先會更加好噶。跟住再將佢哋撈埋一齊，調味就加30克鹽、17克嘅白糖、5克13香、80克生抽、50克嘅老抽、50克蠔油，仲有3克嘅紅曲粉。呢個紅曲粉係紅曲米做嘅，可以唔加，加咗嘅話做出嚟嘅顏色就會更靚啦。跟住將浸好嘅蔥薑水少量多次咁加到肉餡入邊，一定要用力撈勻佢，撈到好似咁樣氣膠個狀態就得啦。之後就倒入浸好嘅糯米，再加翻適量嘅粟米粒，將佢哋充分撈均勻。撈勻之後加翻1匙羹豬油，咁樣射身先會更加香口。跟住再充分撈勻就得啦。呢個時候我哋嘅腸衣亦都浸好咗。我用嘅係呢種天然嘅豬腸衣，一袋可以灌6斤肉到，而且仲配埋灌腸器，真係好方便。尤其而家冬天，家家戶戶都會整啲香腸、臘腸，咁有咗呢個工具做起身就好方便啦。依家視頻左下角就有同款工具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購買。浸好嘅腸衣，我哋咁樣通下水就可以開始灌腸啦。好多朋友話蒸出嚟容易爛，咁可能係下面幾個細節冇做好啦。首先將肉餡灌入容器入邊。灌好之後要擰實個蓋，先擠少少肉出嚟，咁樣套腸衣就好容易套入去啦。套好之後要喺後邊打翻個結，輕輕咁轉動灌腸器，肉餡就好容易灌入嚟啦。但千祈唔好灌得太滿喎，大概7分滿咁樣。之後再用配嚟嘅棉繩一段段咁樣嚟打結。哥哥姐姐、細妹每日都會分享一啲美食嘅小技巧，可唔可以幫手點個小紅心鼓勵支持一下呀？真係唔該晒大家啦！全部打好結之後，再喺腸嘅表面吉翻幾個窿嚟排氣，每一段吉3、4下就得啦，唔使吉得太密，咁樣喺蒸嘅時候就唔容易爆開啦。跟住用吹風筒吹乾表面嘅水分，咁樣做有2個好處噶。第一個就係喺表面會形成脆皮，射身皮脆肉香；第二個就係喺蒸嘅時候會更加緊實，仲唔會爆皮。我呢度蒸鑊太細，所以就分開2層嚟蒸。水滾之後開始計時。用中細火蒸40分鐘到，蒸好嘅糯米腸個個都圓碌碌，一條都冇爆。我哋將佢剪開就可以直接食噶啦，亦都可以煎一煎，寫身會更加香口，尤其是小朋友會更加中意食。咁樣整出嚟嘅糯米腸軟糯 Q 彈，搭配埋粟米嘅清甜，既可以做早餐，又可以當零食。我哋每次可以多做一啲，攤凍就放落冰箱冷凍保存起身。小朋友放學返嚟攞出嚟煎一煎就食得啦。學識咗，你哋都收藏起嚟整俾屋企人試下啦。最後記得點讚加個關注喎，唔該晒大家。